这水若是无雨，愈本就雨；伊有雨，愈本就雨。这个材料是菜，较顶多人听看。第六项，爱坐松松；第七项，爱食松松；第八项，爱困松松；第九项，爱关顾厝内的火；第十项，爱顾厝内的神，像咱的厝神的神翁公安尼。伊阿爸苦劝伊囝一个10项，伊囝大点点，亲家大姐姐房间头听。马仔呢？伊阿爸叫福建的这个做拍铁的啦，做这会做这物件，这做讲啊阿弟兄，这拢总会做啥物粗工，啥物工的本来做，会做马车，会做啥物，拢总对我查某囝去。先把个对去，甲了隆重，甲了有马车，甲了载着做去做虾米物件，and then 未去的点声，伊也把警老人、八人，伊讲互这老八人，大伫王的面前，伊讲，女人这个八人是啥做啥法官，若是我查某囝去伫人的厝，若是做了毋对，大陆你是做啥法官？心事，若是我的查某囝，应该若是做毋对，你教法伊。所以伊也把互一个八人，啥做叫做啥到啥讲做公亲，若是有道路毋对。咱个家真正有礼貌，甲只王，甲只个亲啥物员官，甲了拢总。咱像甲咱长人要带新娘。去坐车，伊这个带个查某囝坐马车，了要出这市场就过14个监分，这14个监分是甲了拢总是要啥甲会做工人，甲了拢总会家庭，所以带出也啥讲看新娘去坐车，了阮坐车甲新娘，了伊带这个查某囝去大行的时。伊有那样，我查某囝要去带甲人了，互人带去了。女人带一个福建的，就水若是要带我查某囝，会使带去，拢总我出。14个监工的人拢总，我要去，水八千要去300个，员官看到，哎哟，安尼坐咧要带去，要安怎要去饲安尼坐啊？图书馆毋通安尼坐啦。你啥甲讲毋使惊，伊叫阿爸啊，伫遐咱啊员官毋使惊。这个你看是一人，这个做看了好多，不咧看了这个毋使做饲伊人的，伊人会顾家己。咱安尼直直去，到这个要入这个啥讲，伊员官会不干了，王到去王中，伊要入咧福建的点声，一个查某要啥角啥，我穿一个物件，90million的物件，坐伫马车久条无人看着，伊徛起来乱下车就马车，任咧马车徛起来，你看规身躯million个了乱看，所以坐徛起来，伊入咧这福建，阿嬷讲因动。一面上真正济人看，毋捌看到一个查某穿个金器，甲安尼，佮安尼水，佮安尼聪明。and then 伊这入福建啊，大人出来看，那这个老要啥个，这个老要啥个 ，and then 你会记无？大人啊，甲了对这个也去带新娘，拢总对来讲，哇，我人大4月日啦，款待我上甲款待 VIP 啊，大人客啊。2-3日，互我一个花科，草坪奖本有赚花科，草坪奖本有他顶长一个沙文，他顶旁粉，他顶旁水，拢总伊互伊看做啥，大人是 VIP， 大人转去讲个家庭讲，哇，伊人指接咱真好，所以这个查某入咧福建了，规个福建上，假讲
老弱是送 present， 规个国干就是送这个一包一包的物件人送，伊安尼好在伊无这物件做咩？伊摕来人，伊摕人的物件，伊带伊物件，伊摕人物件，伊带伊物件，伊带伊物件，怎啥伊安尼做？伊写会话，真正有的话，这个互我阿爸，伊逐个国干的人做，这个是我阿爸，这一包互我的小妹。人个走啊！伊讲我系小妹，若是较大汉呢，即个互我阿姊，即个互我小弟，所以挺好达咧规个国间达咧家庭，阿爸阿妈，我小妹，我姊，我阿兄，我阿弟，拢总三摆达人大甲细讲着为啥个达人真正欢喜。你看即个今日跌倒落来 ，practice 训练，大啲呼叫诶。早几那时的时，渐渐训练准备，所以带队来了的时候，规个国间喊，不一暝，也无点有直接的，无买来 celebrate 生囝，你看伊做新娘，伊本半暝落来看伊宝贝生囝，叫伊查某干路仔也滚水洗好一个买。洗好一个囝，长一系药水下粉做好事，了转去困。了这个伊黄瓜无相信佛法真，伊人相信是外道教，叫做 naked ascetic 无穿衫裤的教。then 你想讲，我今日我带新妇队来，我妈仔要来叫我的这个。我系一个家主，甲一个伊个道地，甲了来，我要请做单啊，做保师，大保师，做伊个家米加拉做保师，请一个无穿衫裤的教的，水把伊来接，了伊做新娘大伫楼顶房间无出来，了伊官官就讲，叫我新妇来。款待这个我的这个回乡，我的这个就伊叫讲阿拉行，我的这个甲了是罗汉来，看咩来较近吼？伊一下落来看到无一个穿衫裤，就看到呸走去楼顶，走去楼顶啊！看到水巴人无穿衫裤，安尼讲是罗汉伊走顶，这个外道教的人看到这查某无欢喜。了，伊问该他问这个米加拉，地主，这个是最最来，这个我的新妇哦，是大富翁的囝咯，人哪知影咯，对啊，该会水情迷恋的，哎呀，安怎路安尼搞跟着这超紧紧，这个啊，所有查某，把日来带着这个查某，把日个家大失败。未经过人拍一支号，这新娘教了。这新娘伊老人好，老人讲：哎呀，阿拉行喂，我先生喂，你原谅啦，这个少年家看啊，四山来未晓半行安尼看到那不土鸡啊，安尼这是戆鬼啊，咱未晓，你放啦，该几日慢慢我教了才会乖，所以这外道教的人大点。大渐了，看在外国教会食饱了，冇对咯，对了，伊黄瓜食饭了，印度的客家是安尼，黄瓜食饭，新妇要来约钱伫后尾徛，话老人做新妇，老人敢做安尼，无我就唔敢做安尼。若是讲把日落发现攞食饭，老人敢到伫后尾约咯，唔敢休息安尼，开饭啊，啥意思啊？伊人你看徛。你咧呢？走啊！徛耶，佢咧点声一个和尚来讨食，徛一个麦，徛伫门口。and then 这个叶黄瓜看到和尚，但无看吐丝食。了一向无听到我黄瓜无看到，我闪边啊，要互咧和尚明。闪着明，伊看到伊个买好食了，一个为啥个看了真正歹势，非常徛，伊黄瓜伫食，
所以伊讲一句话。先生，万地，你去吧，你闪开，我五官食草笋饭。伊个意思是讲草笋饭是草笋功德。了，一下啊，伊就听到草笋饭样，伊手食饭，金迄个，所以呢，这草查某。讲我食草笋饭，我是迷人诶！伊讲我食草笋饭，推开到这个饭，搬这个查某出，特别迄个规间厝，你知无？干了是个查某干，老仔干了是垃圾角的人，无一个敢有影看垃圾角厝，唔敢，干了徛店了垃圾角，安怎讲？Father。我无安尼快，你只赶讲出，我就出。我唔是一个歹查某，大伫工地捡着了，带转来在做新妇。我阿爸本有地，假如你无欢喜，你本不应该会叫我摊啊出一了，袂使。我阿爸个有地，个第二项，我阿爸有养八人、老人。抢人，对大陆原来唔对，你请一个白人来申诉，看我大陆有做唔对，这个五官听了有影啦，伊讲的是有理由啊，好叫了白人来，所以啊，这臭查某呢，我好日人食好好的饭，讲食臭笋饭，伊看衰我干呢，哦，唔使起行，白人来，哈咪事讲起来。有影无？你讲话，你讲你五官食臭笋饭，咱一个要啥个因？先生，我讲我爸食臭笋饭是虾米事？这个今日伊伫食好的物件是安尼真是伊做保湿，今日伊通食好的物件，这个功德就是叫做臭笋的功德，是真好久伊知看啊伊伫食。特别看啊，目前有一个机会要过斋，伊咪斋，伊看啊无过斋，后过伊无通食，所以我才有讲安尼话，我阿爸食的就是古时伊知的，看啊伊无知，后过伊无通食，所以这个功德是叫做超生的功德，古时来的功德。了解对人问，头家安怎样？这个有沙拉无？啊，那是安尼是无沙拉啦，啊无沙拉无要紧，要安怎做？这个查某啊，半暝一早起来，做新娘呢，半暝就出了去行。你看做新娘来了，就那是做发电脑、马电脑来看着新娘，半暝个出来去行，出去外面。哎呀，你看啦，家晒去困已经出去行了，半暝，哈咪咪行，所以伊讲，先生，伊讲我这八人听，我无买生囝，我去出去搞一个宝贝，洗做黑药，我叫我老仔查某干行滚水，做个了好事。啊，这个八人讲，头家，假如若是做安尼物件，你看。伊是一个小姐，伊敢做安尼物件，假如唔对，假如唔对，啊，那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啊无唔对了，个虾米话？有啊，个有啊，虾米啊？我还未带新娘对是暗暝，我听爹咁爹伫讲话，稀稀疏疏，我系遐偷听，虾米事业打解讲，解讲虾米？伊讲。内面的火唔通惹出外面的火。伊讲咱呐，古时无火气，知无？那是女人厝未有火，要去要煮饭呀咩？你来个只，你火有无？去淡薄火团，来火团，咱就来一卡，一个引，可以倒起来。所以讲，你看，伊个八家伊安尼无影无食咯，内面的火人要来讨，袂使好。然后这个。对人抢人问，这个查某袂使个，有影无你安尼做？
我阿爸讲内面的火唔通惹出外面，唔是讲走开的火，内面也是讲红母嘅讲话，五官鸟嘅讲话，下手细节细个嘅讲话，这个咱做新妇不应该惹出去外面去是山本，这个是叫做内面的火惹出外面去本，啊。安尼到路有杀啦无？老人讲安尼无杀啦，无杀啦。那哈咪事？第二项伊佫讲外面的火唔通惹入来内面火，这个我无明白。有时我的火无了，我嘛是叫人去讨火。那讨对来讲袂使安尼做，我安尼看我无接受。而且为啥甲佫讲？外面的火要惹入来内面先呢？有时我人做新妇转来住伫这个厝，去外面行，有当时外面的人渐渐会讲，你五官一蕊大条牛车链，你鸟啊、飞啊、土某来，这个就是外面的火，唔通不应该惹入来内面来去滚，好你这家庭，你这个五官鸟、细只细个，搞了伫外面。乱滚袂使，所以这个是第二项，外面的火唔通惹入来内面火，安尼别唔对，有时我唔对，好。第三项又讲啊咩啊？好那是人好，第四项唔通好那是无人好，他们物件我无明白，所以这个讲，先生我阿爸教啊，咱是有类人。有时人来借物件，借了无还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伊若是无还，伊个要来借，咱讲说唔使借啊伊。第四项，有个人在伊若是有好，咱会使好。像讲啥物，伊有借了伊有还，但是伊个要来借，咱个应该就好。这是第三甲第四。第五，好，我一项伊讲。那是好，咱会做好；那什么？那是伊无好，咱本就好；那是伊好，咱本就好。这个我未晓听。这个为啥甲讲啊？先生，我阿爸讲的意思是安尼：一般时人累头按，人家庭挑，唔使去想讲，把日借了还无还，应该人去看苦，先借人好人，有好无好本唔爱去拍插。那伊若是好卡，逐个本有还呢，伊本来借，因为伊超出看要紧数，咱本就好；像伊无好的，咱本就好；伊好的，咱本就好。是安尼讲第五条安尼好对，安尼无错。第六项啊，安怎会把教我新妇安尼无影无只，坐爽爽，我咧无家无事坐爽爽。哇！要翘骹，要热死无正少安尼。无我阿爸毋是讲安尼，我阿爸讲坐爽爽是安尼。若是伫客时，五官鸟还是大部人入来，咱不应该坐，咱就徛起来，徛起来就五官鸟坐，了咱才会使坐。所以你伫坐点声，伊人本去坐，无人会嫌你。你伫坐，伊人去徛，甲你讲话，就是啥无礼貌，这个是坐无爽。若是坐爽爽，是平平去坐，平平讲话，看到伊人来，白起头前，这个是叫做坐爽爽。若是甲安尼无啥啦。第六项食爽爽，哇，袂情袂意，也教伊这查某囝食爽爽，为啥甲讲这呛人？我阿爸毋是教安尼咯，我阿爸讲。若是要食的时，看五官食了，鸟食了，大部人食了，马路我才会使食，安尼是叫做食爽爽。安尼不要紧，要困爽爽呢。困爽爽是安尼，我阿爸讲啊，五官去了，困了，鸟去困了，大部人困了，家庭看顺好势了，马路才会使去困，这个是叫做困爽爽。安尼就。最高项你讲，顾你家庭的火呢？顾你家庭什么？我阿爸讲，家庭的火就是我五官甲我鸟，
黄瓜甲鸟，古时的人行鸟行黄瓜，摊那是黄瓜甲鸟行新妇都头顶。但你古时的点声惊，看是火来，烦恼话讲，叽叽叽叽搞完，不杀不杀老完。所以这个火是细字就要过，唔通过头大拍，唔通过头细拍，过头细拍就无，所以就过。这个黄瓜甲鸟就要服晒，爱有礼貌，爱有大有细，万一啦才讲厝内的火是要平安啊！安尼好好。第10项呢，伊讲爱过这个厝神，厝神是安尼，我阿爸嘛讲，这四大人住伫厝上厝神，咱看伊啥，真正有，真正关顶，吼、安尼有啥啦无？无啥啦，无啥啦了，要做。了，你啥个重要了咯？阿爸，今晚你赶我出，我从那边出了。哎呦，唔通出咯，唔通出咯，我唔叫咯，你怎么原谅我啦？哦，你叫我出，我就出了啊，袂使啦。大别harga，啊，怎么真正搞的？大别harga，啊，一harga出来啊，给钱出来，还没讲价，你不会讲啊，你不会，还没我应该我应，好，我呢拜佛。我大日爱布施，哎呀，你要布施，你要拜佛，你做你拜啦，你大点点这边好啦，好，我应你。人马仔呢，将军呢，这应呢，伊叫伊查某干马仔去请佛来，马仔我要布施，佛来500回上来。And then 就搞到这个。马仔伊请佛来的时，伊煮好时间了，佛来伊款待，等伊叫伊爸，唔是伊爸，伊用官，用官喂，佛隆重来了，来布施，and 伊用官调个这个naked ascetic，naked ascetic 讲唔通好，唔通出，你袂使出，你袂使去，了伊唔敢出。惊这个naked ascetic 唔敢，所以讲我新妇讲，我袂使去啦，你做就好啦，你布施就好。啊，为啥个直直布施？啊，到布施了会，这不大食了会上隆重食饱了，要恭敬。按要恭敬的时，这个为啥个我讲的黄瓜听？黄瓜喂，啊，会上隆重食饱了，佛隆重食饱了。他那呢？你来听经，按这个位，那个ascetic这外道教的这会上当一把，你别使去听，你爱听你大啲变拗，系这个地来冚起来，你别使去看着佛，按佛大啲外面听啲讲经的时候，你用地来扎，你用桥扎，还是你用山扎？今日我要做到你谈一个罗汉，啊，咱佛直直讲经，直直讲经，直直讲人安怎来出世，快乐、好业、丧，拢总是对布施。and after 布施了，地基有了，修了戒 ，after 了戒有了，你结善。安尼啲讲，噗，一谈到一个罗汉，就谈到一个罗汉呀，你地来也用手扫一地来走。伊个这个家主人讲袂使去，伊无怕插个家主扫咧地来去跪落去佛的面前，了用手就是望佛的骹，佛世尊，我是弥迦拉，佛世尊，我是弥迦拉，我一路来唔知讲，正是这个，正是这个第一好的啊，这个啥讲跪地就是佛来，今日。我听到了，我跳出这个死的苦的所在。伊家己知，看到伊知了，伊讲我今日脱离这个死的所在。第一个禽兽恶鬼阿修罗，佛世尊，我真正欢喜。今日我把你才知，讲我这个新妇真正来我的厝是来指引着我。and then 今日起我要叫我新妇做阿妈，and 伊看成我。and 佢自己去，伊搭过叫伊新妇做 mother， 做人本叫 mother of Megara，and then
就安尼，不一日，不经厝，去渐渐地对这富的家事，然后马仔伊人个保持，安尼伊个鸟听见，个叹一个落汗，就不一日，达过达日，伊人讨。伊人是达日地接受这个富的地主，富的会上，的保持达日，相平是算百的算千的达日，按为啥个达日的保持？按未来伊真正亲个不达了是，伊讨个不达8项，讲富世就因我这个8项，我要讨8项，为啥个你为虾米8项？头一项富因我，在我还未死达年。送家世给我送，我做家世主。伊食到120岁，达年伊做送家世主。第二项，大陆一个会上，伫大陆外族户的会上，那是来自这社会国，叫做人客会上，这个是我的责任。或者点声，有时来到人客，来到会上，50个、100个、200个，这个人有当时暗。饭正少先讲啊，500个会上食500个，就来到个家100个啊，要甲到找食，这个责任要啥个担？人客会上我咧，了有当时早起4点5点会上要出离开这所在，要行去别个位，这个互我责任，所以要出去行会上会鸟食，本是我顾。第4项会上那是破病。伊人有一个会上来食，有一个房间，那是食力去伫一个房间，叫做啥 nursing bay， 大啲咧咩所在，去顾这破病会上，这个破病会上鸟食是我的责任。了就那是到了一个会上，去顾这破病会上，伊鸟食本是我的责任。意思是讲，伊人唔使去讨食，达日我好食。了第6项，隆重的药是我的药，会上食。那大陆一个会上，你食饭未落，爱讨糜是我的责任。第8项，隆重这查某的这离歌水满是我的个了。福因为这个8项，这为啥个？伊是正咱跟人讲财主寿，安怎叫做财主寿？伊生，伊未来伊生。10个查甫，10个查某，伊20个囝，10个查甫，10个查某，伊达个囝分10个查甫甲10个查某，一日伊做生日，伊这个囝不能未来生孙，本是10个后生甲10个查某，有一日伊做老热，8420个囝孙，伊一人做头，都本。伊食到220岁，有一日，伊伫行诶点声，达人问，达落一个是为啥个？伊做阿妈了，个人袂认，因为虾米事？伊食到120岁，一点诶白毛无，无要紧，伊力5只枪诶力，咱武大讲诶话袂错，所以这个王就伫听着武大讲安尼话，就伫放一只野枪。放出来，and then 伊知，我若是带这只枪上出来，这个枪会起红。伊用两个手带，伊查某干500，伊走个了，剩伊一人，伊行去挖，伊用个手带咧枪会光，带了咧枪跪落去。这个就是讲啊，伊因为财主寿，120岁当会寿。家孙8420个，累你看用牛车底几百个牛车，正通天下的人讲财主寿袂像甲伊安尼，所以欠边规个国间啊，规个市场啊，若是讲做大老热，头一人要请就要啥物啊？要请要啥个？因为啥物事啊？请着安尼款的人，我家庭本有财主寿，做生日伊头先要请伊，做啥物大日子要请伊。做满月做虾米？甲了要请伊，伊一日干呀，伊一日干，踮踮伫等人的巴士呢，甲无趁嘿，家己要保尸本无趁，伊会厝保尸，伊放互伊囝去做。
แล้วอุจิจินอีโจเราจวดเชงเลยปารุเร่90 มิลลิเนมิกาเชงแล้วตุ้ยไรเราจวดโมตุ้ยกิชูวันขี้อัมจะวันขี้อัมอายาว่าเชงก็อันนี้กิมตังมันทางขี้ไปหุด所以偷ขี้เจริญปารุเร่เป่าขี้กุยเป่าแล้วจิบขี้อัมขี้แกงเล่เมากับหุดเอาก็แกงเล่เมาแล้วเอาอีเกี่ยวจับเอากันก่อเฉลยแทงเอาก็เล่เมาแล้วอีชุดไหลจับเอากันตุยเบกี้ยาวเลยจิเป่าไอ้กินขี้90 มิลลิเนมิกาเบกี้ยาวแล้วจิอันนี้อีหลังชุดไหลจะชุดไหลแล้วว่าไหลอีกี่อ้ยาว่ากินขี้อุเทว่าเกี่ยวจับเอากันต้องโบเทแล้วอีเกี่ยวจับเอากันคิดขวาว่ากินขี้อุโบน่าสิว่ากินขี้อุแล้วอันหลานจุนจ้าตองเดียวแล้วจะเลยกินขี้ว่าหมายแล้วand then อุญญาจะเลยมิกา after อีเจ้าแล้วสิเพื่อกินขี้ตัวที่เลยเก่าอี้เว้ย then อันนั้นได้ขวาเดียวก้องเอาพุทธะเวสักก็ไอ้กินขี้ปังเหตุอีจิเป็น90 มิลลิเนมิกาแล้วบุตรก็ซิวขี้ไหลส่ว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ได้เป่าขี้ไหลซิวขี้ถ้าเต็มมันแล้วกูจับกันแล้วมึงว่าเท่าแก่เนี้ยเลยจะเลยกินขี้เหตุอีจิเป็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ได้ก็ว่าเป่าขี้ซิวแล้วมึงก็มันได้รู้ตรงเดียวว่าตรงเดียวว่าเป่าแล้วอยากที่กว่าเสียวจ้าก้องน่าสิรู้ตรงเดียวแล้วจะเลยมีแก่อีหมายแล้ว90 มิลลิอีสังกัดเฮกักสังกัดชุกิไซในกิมเฮกักเลย so after that อีก้องเอาพุทธะพุทธเสจุนจะเลยมีแก่อันนั้นได้ตรงเดียวแล้วว่าหมายกับอีจะเลยหมายนี่จะเลยมีแก่ว่าไปจูทำมีโหรูปพัดสุญญาว่าแล้วพุทธไก่ก้องเวสักกะรู้นะไอ้โจโหขี้จิเลอัมโซจิเลมิกยังเฮกี้จิเลชิวชาแล้วลองจุเบ้โบลังจัดเจ้าเบ้ตาโลอุเจลังจัดเจ้าบุดาตัวก้องบุดาว่าโบโชโบลังจัดเจ้าเชงอันนี้ค่อยในมิกยัง90 มิลลิในมิกยังแล้วลองโบแล้วอีกากิโจเบ้ขี้ไหลแล้วเฮ90 มิลลิเฮกี้ชิวชายาขี้อัมพุทธเซจุนจะเรียกปารุเรโบลังเบว่าเบ90 มิลลิแล้วเบขี้อัมแล้วอีก็ช่วยแก90 มิลลิก็เบจิเตเบขี้อัมโซจิปะเบจับมิลลิอัน after ที่ขี้จะอัมแล้วสิตัวหุดเบชุขี้คิดต่อไปเลยจงเซงอีขวาจะหุดเบชุเลยสิก็หุดเซจุนว่าที่ขี้อัมแล้วรู้เจ้าอันก็จัวตกลงเขาจะเลย回想想讲会斗卡手斗看我去暗好事无，了拄好出来回想当中对要去我住好，然讲个为啥个？你更看你袂甲你一个回想，但是为啥个大概真正西洋这安难啦？但是我自己想我要去暗，这个暗啊，一千个房间，安尼啊，我要去大南4月日的好，我要安怎做？อีกเก่งมองงาลานาหมอกลันจุนเจ้าอันนี้อีกใจหมอกลันจุนเจ้าอุสินตองลัดบุยจุยบุยตัวเล็บไปเจียวยังสินตองลัดอย่าไรอีบุยตัวจังชิวตัวจังเจ้าช้ายี่สินตองลัดอย่าไร so อีกเก่งอะไรมองงาลานาอันนั้นอีหลังขี้อัมเฮียงเป็นอันก็ขี้อัมโหแล้วเอาเพื่ออัมจิตเชงไอ้ปังเก่งเราเต้งกอป้าไอ้ปังเก่งเอเต้กอป้าไอ้ปังเก่งแอนกันเลี้ยวอีแหกกาเป็ดทังแอนอีไข่90 มิลลิกะตะเกซีเนี่ยกาเป็ดโตเต้งหามีลองจ้องกันแล้วไข่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ก็เว้ยไรอุจิจิอีขี้จะไปโหแล้วไอ้จำเสียอีจำโมจำอีขี้โหแล้วสิอุจิเลจับจิเลโหเพลยูยาจิเลทัง分析กุยทัง差不多1000几拿1000块的ทังไอ้ก้อง为啥个ด้วยอัมขี้อะไรโหแล้วเขาว่ากองซีมอนาจิเลว่าไปแห่จิเลกาเป็ดจิเลว่าไปใช้ทังที่ด้วยอัมโหโบแล้ววิสากัไก่ก้องเพลยูว่านาสิกาลูกก้องโบอุยแล้วลูกใจก้องว่าสิไม่หัวลูกมอนาไม่หัวลูกกองซีเจกองเตะลูกกากีขวาตาลูกจิเลซ้อใจว่าโบเบกี้แห่ทังลูกแห่ด้วยทัง所以行规个房间，一千个房间看个了，无一个所在无通
and then 伊徛紧好，我今日人起个安尼款的暗啊，3摆我无福气，270 million 的暗，我无趁无拿，咱伊徛紧好，了啊蓝俊才看到，还没收入好 ，sister， 我要无拿这个。看那一个所在本无通，互我下这个物件，安怎做？了按蓝俊才拍算。大滴咧，当一经出来，人洗卡，会上对来洗卡，洗卡了要切卡，迄个桶啊几千块，互会上去切卡。你看，一开了，这几千块的物件，所边上个无值类的物件，一开就270 million。一日一直行伫西北间，行好似个暗好了，然后火对来了，这要做大波事的时，要走的时，伊咧暗暝马仔要做老作，今暝伊带伊囝伊孙爸爸人洗咧暗，有那洗有那笑客，咱回想看着伊伫洗伫笑客，做阿妈了个伫笑客。and then 伊人去讲我佛世尊，安怎为啥讲啊？唔捌听到伊笑客，讲啲大笑客，唔知是啥无识了是无唔知。了菩萨讲，伊唔是啥无识，伊下愿，为百事嘅整，伊下愿讲白日阿女我唔知第时啦，我会趁上一个暗，特别嘅暗，今日我趁上着一个暗了。第二条伊去笑下面，阿女我唔知第时趁来上出来用嘅物件，好佛证。今日一上出来用嘅物件，90 million 嘅用嘅物件。第三项，阿女第时我唔知会渐渐大波事，今日伊做大嘅波事，第时我会趁上家事，咁了伊去做，今日伊去做嘅劇就是讲啊。伊故事系愿望中成功，成功了，人讲达行做了圆满了，即啲大笑客。了佛就讲，你再无为啥个？伊唔是一时呢，100千大劫，伊啲系愿讲白日，伊要做上个佛的马，上个一个马啲高嘅囝，所以为啥个啊？上个一个马啲高佛安尼，佛。还是佛正欠用下面呀，一好欠用下面一好，所以这个原对的道路来，不要再讲一个数。到100千大劫以前，有一个佛叫做巴杜穆达拉，这巴杜穆达拉是有一个叫做在家人，伊本真正搞过不了佛，然后佛甲伊讲话，另外较亲，那这查某讲话甲穆达本另外较亲。了，这个为啥个佛教是伊是做一个平常人？你看了，伊去问了佛世尊，安怎你讲话甲迄个查某另外真正亲？了这查某讲话甲你另外亲？了迄个佛讲啊，young girl， 这个查某伊是我的大才能，伫教我的，上到我的嘛，想囝欠用阿咪。伊啦是教我，所以因那都讲起来，伊是我的波斯王，查某的波斯王。咱一看，是安尼啊，我会使做上安尼未？安怎做？下愿，然后直接一请这巴杜穆达拉去伊厝，来波斯一礼拜，个波斯一礼拜了后，伊跪落佛，伊讲佛世尊，我下一个大愿。后过我若是出世有一世，我上个佛的马的高囝袂虾米我好欢喜我好，就今日伊成功谈到这个这个地位叫做啥 ？Mother to the Buddha， 都那个亲家本就一条人本就叫阿妈，因为亲一条人讲，因为我这个新妇今日我跳出这个4个课，所以真正有情。所以伫这边到了位置验证了啊，所以咱为啥讲我割出淡薄，若是无割出，我就搁一个字
佫直接才讲后礼拜我佫刷落，我听讲佫有两礼拜过了后，咱才有看经，所以未这后礼拜我要讲也无戒。有人看这个戒是真实的戒火，一时对对是，你唔通想讲哦，别朝我死，我要叫人做这做咧，唔通。有人告，有人会戒，有人保死，你逐个出事有，咱有人会戒，逐杯有人去一时有人看，买来地基有了跳出苦海。